哦，改善足多，改善足多。我讲，阮遮会饮水，即马水热市场甲黄市场，阮遮比青寮较袂饮水。哦，你看安尼会饮水变袂饮水，安尼有改善有无？哦，这就是咱水利局配合咱市长。来改善整个我们的改善的措施里面呢，包含的我们的一个金寮排水的改善哈，那包含的新家桥，因为过去它是一个瓶颈段，我们请了公路局来协助帮我们的新家桥做了一个2底抬升的一个改善工程，那避免这个水会溢淹到我们的社区。那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芦竹潭中排的部分，好，我们也投入的一个经费，好，大概去改善这2条排水哈。那另外最重要的哈，包含在金寮社区的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抽水站。那透过这个一些排水的分洪，还有我们的抽水站的设置，未来呢，我们金寮国小旁会再设置大概是0.5公顷左右的一个自洪池，大概自洪量大1万吨。我想很多排水设施的持续改善，我想会对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些大幅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后壁区金寮排水周边聚落地势低洼，往往受到巴掌溪回水及瞬间暴雨的双重作用，造成积水灾情。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为提升治水成效，积极向水利署争取工程经费，透过新建分流渠道、增设抽水站、新建排水护岸等方式，多管齐下，全力改善。未来也将持续争取经费，治理金寮排水下游段，减轻周边洪患影响，让后壁区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特别来看那个金寮排水的这个工程，主要是服务新家、后壁区、新家地区跟青寮地区，这个排水哈。我记得08、23的大雨的时候，这边也都淹水。更不用提88风灾，那个时候淹的是一塌糊涂。那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以这个排水来讲，我们总共有14.8公里，那有投入将近3.4亿的工程啊。这个非常感谢中央水利署，感恩到上，感恩地方的配合款嘛，感谢咱议会哈，给咱通过哈。这个配合款，那阵没有通过垫付的话，这工程可能还延宕半年以上。所以说，这是救命钱哈！感谢议会的支持。那希望讲，这个工程顺顺利利、平安顺遂哈，会当大大减少淹水的几率啊，对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你要看即马，咱家己伫种来，迄个地势都无共款啊。所以，这个希望讲，对于咱民众吼，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会当得到更较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的民众最近应该常常当看到国军，或者是环保局清消人员伫大日头下面穿着防护衫，伫咧进行天高力喷药防疫。不过镜头前的这个人，不是国军，或者是环保局人员，而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原来是因为连续假期。真侪化学兵的兄弟，拢必须要去支援其他县市，因此环保局清消甲喷药人员较不足。拄好伊最近受过训练，打取得施药人员的证照，因此来到现场支援，希望加一个能力，会当互疫情减1分扩散。很多国军都会抽调去支援其他县市，然后我们假日的时间，环保人员、清消人员比较不足，所以说现在正好。我有受过这个训练嘛，所以就来这个支援一下。那我才短短支援半个小时，就觉得真的怀疑人生了，就真的蛮有泪来涌心。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划分人员的辛苦，第一线环保跟卫生人员的辛苦。所以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些体谅解，因为大家没事不会去喷你家里面，当然是被划入9公格，那做为了防疫所需要。所以请大家多谅解。
那平常上班日可能我公务这样，放假日我能够支援，我一定尽量来全力来支援他们。至少多一个人力，那就减一分疫情。中秋连续假期过无几天，还有风台马来，手提醒，避免大雨后滋生蚊仔囝，颠倒会增加社区疫情传播风险。请所有市民要贴贴落实巡倒清刷，共同配合市府防疫政策，才会当互天狗的疫情控制，守护家园健康。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防治天狗热，中央甲地方正共心投入天狗热的防疫以外，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的民意代表，嘛正发起媒合民间来捐赠防疫的物资。上午有着立委王定宇结合东区甲南关线的议员，媒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捐赠1000个蚊虫捕捉器，要互东区甲南关线总共105个里，希望会用来打击病媒网。母油啊啦，投灌的方式以外呢，我们今天也找到这一个是蚊虫捕捉器。这个蚊虫捕捉器呢，我们透过募集，我们先募集1000套，这1000套要提供给东区跟南关县的每一个里，每一里。那我自己服务处我先试验过，这个启动之后，第一它无害，它是生物剂第二个呢，我们投入之后，伊我服务处试验的结果蚊虫明显会降低，而且蚊虫会自己飞进去自投罗网，而且飞进去的蚊虫刚好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生能迄种蚊仔啦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咱就是要守护咱一个安全平安的家园，互大家伫遮徛起。所以今仔非常感谢咱有安尼的活动我想这个这个应该是诱蚊的这个仪器这个器具可以说带给我们的民众很多的方便。第一个，因为咱知影喷药真侪民众会反映讲，入来厝内底咱着搁爱清然后喷药着搁爱互伊伫遐放1点钟种种的困扰虽然非常感谢咱的市民朋友，大家拢非常的配合，毋过感谢有安尼的捐赠，互咱有安尼的器具，会当互大家来使用定宇又号召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出钱出力，那捐赠这么多的生物剂的捕蚊器，那这个是对我们环境没有污染、没有危害，而且是纯天然的东西，那我想是相当好。那分赠到各个里的里长那边的话可以协助每一里来做一些消灭病媒蚊的工作。上午出席的包括东区的议员蔡小薇、李宗仁，还有林德桂林区的议员郑嘉欣、郭宏仪等，以及座位的里长、东区区长甲卫生局的副局长等。副局长黄文珍表示，因为进前蚊虫药补筒伫安南区发挥袂歹的效果，因此希望这批蚊虫捕捉筒会用伫东区甲南关线发挥同款的效益。蚊虫捕捉器那这个是在捕捉成蚊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上个月8月份的时候，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也在我们安南区我们也在安南区那有做了就是也是我们不诱杀筒那个叫做诱杀筒成蚊的一个诱杀筒那确实在我们安南区它的成效的话是有捕捉到我们一些的埃及斑蚊还有白线斑蚊那我们放的一个位置的话大部分是在室内的，它的一个成果是比较好的。这届捐赠的单位包括圣耀文教董事长王建元，还有义群医美王振坤医师。立委王定宇表示，这是第一批的捐赠，总共1000组，未来会看状况，还有第2批、第3批，希望会用来将天狗热来消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宫崎骏同话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吉普力原版交响音乐会相隔3天再度举办，邀请到宫崎骏专用歌手真相信美的查某囝悠悠来台演唱。母井上あずみが脳出血で緊急手術を受け、ただいま闘病中です。復帰には今しばらく時間がかかると思います。その間は母の散歩や隣のトトロ、君を乗せてを
私が歌って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今年19岁悠悠，正早就登下音乐专场，到达出版侪个人歌曲，伫网络平台有个人气。生きている不思議，死んでゆく不思議。本次来台湾演唱的还有伊，演奏音乐优美的抒情。木村讲曾经演唱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和台湾观众识识。2020年に予定していたコンサートが中止になり、今回3年経ってようやく実現する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除了歌手音乐演奏，为动画《风之谷》幽灵公主配音的日本知名声音演员岛木须美也将来台献唱。今度台湾初めてです。楽しみにしてます。皆さんぜひ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ね。3位实力女歌手将甲 NHK 高雄乐团、丹玉管弦乐团共同合作，10月7号伫高雄演出，10月8号伫台南文化中心，10月9号到10号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这次的交响乐团是由 NHK 的交响乐的子团过来，那他们几乎在演出宫崎骏的作品都将近有50年的时间了，有些演出人员都年纪非常大，可能都已经是最后一次演出了。那过来的这个3大主唱也都是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原唱。主办单位飞兔娱乐为着回馈社会，也将音乐会部分的票券捐赠给公益团体，也欢迎学校也是多些团体免费出票，让城市充满音乐氛围，也请观众多多买票支持。台南新民社会采访报道。台南知名百货公司迎接周年庆，祭出节优惠来吸引消费者。超行伪装品全部都有拍折，家电同款也有好康。那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的全馆满千送千点，在大家店法尔克 iStore 这边是全馆单笔1万送1万点。那跟去年不同的是，我们去年只有做5天，那今年是做7天，所以在请各位需要购买家电还有3C 产品的客人，可以就是把握这个黄金7天来购买。上强15大潮流品牌航品集结，买来手工消费者的荷包。另外，今年也跟宝可梦合作，只要扣点就会当摕到系列生活商品。伫实体活动的部分，也伫咧10月份的假日接续登场。在民族广场的活动，我们也是有特别邀请到南部首场的张雅涵签书会活动，对，那个是啦啦队女神。然后在其他的活动面，我们也是有皮卡丘、宝可梦的见面会，以及我们的超人力霸王布雷萨的最新力作。同时间呢，还佫有百万贴图王白烂猫限定店，以万圣节为主题，展出一大型红仔之蛙。店内周边商品也可以为少粉丝前来雕像。一直都是他们的粉丝，就觉得很可爱，所以刚好在台南有这个期间的快闪店，所以就来买这样子。因为星光3月周年庆有预购，赶快来这边逛，超好逛、超好买，而且超可爱哦。实体消费有吃阁有掠，刷定百会会员的点数也有好康。除了会当抽法国巴黎的来回机票之外，更甲宜兰罗东国际温泉酒店合作推出豪华双人大房，民众一定爱把握着机会。台南新民社会采访报道。因应小犬台风10月3号已经发布海上陆续警报，所以海东地图抽水站的新建工程伫开工进前所施作的地方池，地当先将本年了的排水入这个流沿来减轻可能强降雨的灾情。
水利局长表示，为了避免安南区淹水，伫市长的指示一定会提早启用强制分洪来发挥功能。市长委托3号伫这在地议员陪同，嘛前来关心工程进度。这个地方是本来在天马电台的这个区域，由国产署拨交土地给台南市来兴建这个抽水站。那这个抽水的这个前面的滞洪池可以，这个滞洪1万吨。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抽水的量呢，每秒钟是8 CMS， 就是每秒钟可以抽8公吨的水，那抽水量非常大。那保护的面积有85公顷，那大概是2万人。将近安南区1/10的人口，因此呢，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设置好，对于安南区的这个防洪功能又往上迈进一步。该工程伫中央前瞻经费补助，总共开1亿9千万，总抵洪量7.4万吨，将提供安南区沿东、沿中甲溪心等3里有85公顷的保护面积，希望大大减轻地方积水淹水的困扰。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的海华线长69.3公里，全线拢是位伫一级海华防护区，其中为了营造昆新海堤优先清水空间，自108年以来，中央甲地方合作，针对环境营造已经投入超过4亿5千万的经费。市长委托伫这面台贵宾陪同嘛前往关心，期待彰显昆新风华，带动观光效益。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那将来呢，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一些软体，所谓的软体就比如说，如果民众常来的时段或者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些表演那或是有一些公共设施让民众可以这个方便，或是做比较好的这个休闲活动，像旁边的凉亭啦，这些都不错。那特别借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除了安平夕照之外，我们的昆山夕照也很好所以来这边看夕阳。为将相关地景融入在地昆新文化，当中嘛打造昆新意象的广场，而且到时嘛将完整串联台南乡博物馆的自行车道，提供民众运动加观光休闲新的路线。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随着人口的老化，骨质疏松的盛行率嘛拉来拉悬。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骨科医师肖玉萌表示，长辈上惊的就是跋倒造成的骨折，尤其骨质疏松的患者，就算是小可弄到或者是跋倒，嘛有可能出现骨折。除了髋骨以外，另外肩椎骨的必损或者是骨折，因为较不容易诊断，因此要特别注意。针对这种比较少见的这种肩椎的骨松性的骨折，它通常诊断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持续的一个疼痛，坐下也不行，躺着翻身啊，或者是说要被扶起的时候，都有一些明显疼痛的时候，就会建议可能要来医院做除了X 光之外，可能更进阶的一个检查。那当然出现确定有肩椎骨松性骨折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照病人的情形去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包含这个初期的药物的疼痛的控制，然后以及讨论要不要去做进一步肩椎的一个成型术。那当然最后最重要的之一就是要接续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治疗。医师表示，因为肩椎承接着脊椎甲骨盆，是整个身体在动的中心。如果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肩椎骨折，除了处理骨质的部分，另外医师嘛建议要合并骨质疏松的治疗。目前伫咧治疗骨质疏松有侪种的基转药物会用来选用，包括口服、皮下注射或者是静脉注射等。患者会用甲医师来讨论适合家己的药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高雄市的林雅运动中心就位在高雄捷运季集馆站出口旁，搭捷运来林雅运动中心运动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因此，市府交通局就和运发局合作，推出399通勤月票，加购900元健身月票，合计1299元，就能够低碳通行、健康生活一次满足。民众自9月15号开始到年底，只要购买我们399的通勤月票，凭纸本的月票收据，或者是 Mango App 的购买月票的页面呢，就可以以加价购来购买原价是1250的林雅运动中心的健康月卡，那加价购的金额是9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价相当于每个月只要1299元。对，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楼下就是捷运站，所以很多来我们这边运动的也都是会搭乘捷运或者是公车，然后甚至我们旁边还有 U-Bike， 对，所以都算是一个交通还蛮便利的一个运动场馆。林雅运动中心除了具有绝佳的交通地理位置之外，里面的健身空间更高达300平，而健身月票原价要1250元，如果已经购买399通勤月票的人，就可以用900元买到，等于省了350元。反过来说，用原价的健身月票再加49元，就可以享有市区通勤月票的通勤服务。哦，这样就会。对，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应该就会让大家知道。我们捷运站上来这边有个运动中心，也不用怕说你运动完，然后又会很晚很累，回去路上又会路程会太久，然后就是借由捷运，就是直接把你送到家。步行本来就是我们使用公共运输第一里和最后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那通勤族他在下班以后呢，就可以使用公共运输来前往我们运动中心来活动筋骨。那假日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月票来做旅游。不过，对于偶尔来林雅运动中心健身一次2个小时只要100元的民众来说，就不见得有吸引力。除非一个月来健身9次18个小时以上，同时也有搭捷运、公车等通行需求的人，才会觉得划算。对，都是单次的，然后一个礼拜大概来个2-3次而已，900元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多，我可能用不到这么多。平常上班是会骑机车啦，但是这边离家也没有很远，所以我想说当运动会骑脚踏车过来。经常搭轻轨跟捷运的不一定喜欢运动，不过你如果2个刚好2个都喜欢的话，那这样活动当然是很好了。买月票拿着加购我们这900块是很划算的，你甚至要在这边一整天也没有关系。所以呢，使用高雄境内 T-Pass 通勤月票的民众，那你想运动就不必担心或烦恼交通的问题。除了使用捷运外，还可以搭乘市公车50路5福干线抵达。这项优惠方案等于是双向鼓励，让有通勤需求的人多去健身，或者是有在健身的人多搭公共运具，将交通和运动做了创意又另类的结合。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位居高雄亚洲新湾区的心脏地带，高雄地标85大楼，因为有着高达300间的日租型套房，出入复杂，也被网友戏称大楼现状废到让人想笑。而为了扭转亚湾区观光形象，并因应商务旅游住宿需求，高市警林雅分局日前就规划有机动警力进驻，加强重点查缉，不让知名地标成为治安上的死角。林雅分局联合查查，麻烦开门一下好吗？林雅分局为提升为民服务品质，并确保观光、洽商、住客、旅宿环境安全，除持续落实交互访查与旅宿业住客管理，并配合市府相关局处提升联合稽查实施密度，另联系大楼管理委员会及住户业者，加强社区自主管理，并经请求、沟通协调，将规划机动派出所警力进驻85大楼12楼旅运大厅。对于警方进驻85大楼管委会也表示肯定和支持，一方面可以确保入住旅客的安全外，未来在5G 相关企业和学术界的加入后，整体大楼营运势必将更上轨道，旅宿环境品质也会随之而加倍提升。在此我特别要感谢市政府、观光局、警察局及市府的相关局处跟管委会的共同努力之下，稳定了大楼的治安。未来呢，在我们的新的业主入住之后，我们在高楼层上面也会成立一个超5星级的酒店，在
让85大楼恢复以往的荣景，再度成为南台湾的地标。告示警林雅分局则强调，警方除了在85大楼12楼的旅运大厅24小时轮班执勤外，同时也会机动盘查，过滤可疑的出入分子，落实住客的管理，要让非法违规的事件不在85大楼内再度出现。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